利用文章复习词汇以外，也会用利用下桥两个方法来训练文章的理解能力。第一个，侧面阅读，侧面把关键语词和语句画起来。第二个呢，理解文本事件的人格关系，也是由前后关系的描写，增加自家的阅读理解能力。我们以外三部这篇文章就利用这篇文章来当例子。早起在台流来到台湾的百姓，拢是搭毛料来带，认为菜天青材料里片有50钱。不过，人简单的物，食材拢当唔会hết高淘汰的父母，用确定有温馨的煮来做饼。古人打男女内底抗毒吹的无干和粗糠，久久留后，是高大煮面面上，变做煮面夹泥肠。俺唔但袂用甲煮面的盆高对面，饼嘛袂较用。渐渐，不同的材料嘛对冒出，变做小个、定土个、灭土个的碗。俺即刻唔惊太风啊！当然，爱淡人情的舞动，饼是爱搁较用。长袂用，百姓是用粗糠开叫男女做泥剪来贴泥剪饼，搁加粗糠、糯米、牛屎，叫叫的，搁打表面保护泥剪饼。甲困住，你款的剪菜系咩就款薄的咧？